災後重建長路漫漫，政府援助居民嘅基金至今累計有41億，扣除政府提供嘅各種補助同生活津貼，已經用咗12億，剩翻低大概29億。據了解，呢一筆錢由財富局保管，部分放喺銀行活期戶口。有學者就認為，如果啲款項中長期先至動用，呢段期間應該將啲錢用嚟投資收取利息。好多嘅一啲嘅投資產品係其實係可以做到嘅。我話最簡單嘅，好多嘅金融機構咧都係買美國嘅國庫券嘅。我哋金融管理局啊，好多國家儲備都係用呢啲嘅。佢除咗即係能夠保本之外咧，亦都能夠咧係產生呢一個利息。30-40億其實都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嚟嘅。如果我哋好好運用啊，投資回報有5厘嘅話咧，譬如話睇到30億，我哋都有呢一個嘅1億5千萬啊，咁樣能夠咧即係保存咗個實力。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可以將啲款項多啲轉做定期等低風險嘅投資，以應付長遠工作。政府推出嚟嘅好多措施咧，都係一啲相對短期嘅措施啦。咁我希望政府可以即係善用呢筆捐款咧，可能有一啲中期措施都盡快推出嚟啦。行政長官李家超喺社交平台發文，感謝各界包括內地同世界各地嘅支援同捐獻。政府會繼續以堅毅精神同愛心面對挑戰，化悲傷為力量，協助受影響嘅人盡快恢復正常生活，帶領社區復原同推動改革。